要補習課，可是我想在客廳樂。是時間落旁，別再左右我，裝大個，裝備你的願望。今晚想懶惰，留在飯台就唱快歌。人大了自由就更多，隨時射波球場覓快樂，玩多天不需少過。可不可以放慢下來，輕鬆一晚不會有害，不必多說，要在未來如何進步，講講現在，想想分數以外，像係朋友都可以不比賽，但也能分享痛快及有愛。自細想大個，終日放膽玩樂，沒人催促我，又哪知大個的難題未相差得太多。一世都想學，成熟是否盡看結果？